大家好，我係上品家居阿青嚇，今日帶大家睇匯港灣5期嚇128平方嘅，你可以睇一睇呢度咧係有6米幾嘅一個廳嚟嘅，佢呢邊咧係擺咗一個餐台，呢度做咗一個隔斷，呢個隔斷咧做到要2.8米，中間咧剩翻1.1米嘅高度，你可以睇一睇呢度咧做咗嗰啲電視櫃，可以儲物啦，可以儲好多物，呢邊全部都可以裝好多嘢嚇，可以睇一睇。佢呢邊咧都係重新走過吊頂嘅，然後呢啲燈啊，同埋呢啲窗簾啊、梳化，全部都係我哋同業主做嘅嚇，你可以睇一睇。呢度咧係一個鞋櫃，呢個鞋櫃咧好大，下邊咧係鏤空咗15公分，可以擺啲拖鞋。呢度咧係做咗一個換鞋凳，然後咧裝咗一個全身鏡。呢個換鞋凳咧都係做到500到600之間。咁樣嘅話，呢邊嘅空間咧唔會俾佢浪費咗嚇。你睇一睇呢邊，呢邊嘅話咧就係因為業主咧屋企嘅小朋友比較多嘛，所以佢下邊做咗一個上下鋪嚇，下邊係借飄窗40公分，做咗拉出1.1米。咁呢張床係1.8米嘅，上床咧係做到都係一個1.2米嘅一個小床啊。呢度有一個書台，呢啲樓梯咧都係可以儲物嘅嚇，可以睇一睇。業主咧，佢呢度房咧有4間房，然後呢個係中間嘅，有啲人呢邊咧就做咗個書房，不過呢個都係做咗一間房咯。佢係借飄窗嘅40公分，拉出1.1米，呢張係1.5米嘅床呢張，然後呢度咧有衣櫃啦，呢邊書台都有啦。然後呢個書台咧，因為佢已經超過1.2米嘛，所以下邊咧係加咗一個支撐點嚟嘅嚇，咁樣書台咧就唔會變形。呢個係客房嚟嘅，呢個客房咧業主擺嘅係1.8米嘅床，然後佢係做咗一個大衣櫃，伸出一個床頭櫃，咁樣都係幾實用嘅嗬。佢床頭咧係做咗嗰啲橫現藝術油油做嘅灰地嘅，然後兩邊咧呢邊咧就係要做另外一種系列，都係橫現藝術水漆。睇下呢間就係業主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嘅話咧，佢呢邊咧係整咗一排衣櫃咯，然後佢呢邊擺咗1.8米嘅大床，好似呢啲窗簾啦。呢間咧業主咧話我哋咧裝咗已經有6年啦，呢個係6年前安裝嘅啦。下次如果有需要裝修嘅朋友咧，可以揾我，我係上品家居阿青嚇，多謝。